122-126，咁啊，廣東隊咧喺第二階段嘅收官戰咧就好可惜咁樣啊，咁啊贏咗大部分嘅時間啊，臨天光賴尿最終輸波嘅。咁其實就點講咧？呢場比賽嘅上半場係令人睇得好開心，咁啊因為咧就韋恩斯嘅魯爾尼堅啦，包括就係主力球員喺場上嘅專注度啦，同埋對於籃板嘅一個控制啦，其實係佢哋喺上半場可以領先浙江11分嘅原因嚟嘅。嗱，睇翻上半場啦，廣東隊喺籃板方面嘅一個嘅次數係個數係24-8嘅，點知去到第三節嚇，咁啊真係喺有雙位數嘅領先嘅優勢情況下，突然之間就係可能防守端嘅專注度唔係咁高，強度又唔係咁夠嘅情況下，俾對方係喺第三節咧就贏咗9分㗎。咁所以其實就變咗一個好膠着嘅一個嘅分差咧，去到第四節。咁其實去到第四節啦，明顯睇到韋恩斯啦，包括就係周琦啦，其實體能方面係不支，咁所以最終亦都係冇辦法可以係限制到對方喺進攻端嘅表現。咁好多人都話：喂，杜鋒點解喺余家豪啊午飯嘅情況下，仲要派周琦上嚟？其實第三節試過將韋恩斯同埋周琦放落休息，咁就派徐恩同埋馬上嚟。但係就係嗰段時間咧，佢哋係俾對方係喺進攻端係打到個小高潮，冇辦法，只能佢又要派翻韋恩斯同埋周琦上嚟。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對於廣東隊而家嚟講係好符合佢哋而家現狀嘅，即係話佢哋主力球員或者係一啲嘅重要嘅主要球員，佢哋嘅狀態 OK， 或者佢哋手風好嘅時候，其實係可以俾佢當中有一定嘅上風球。但係當輪換上到嚟，接唔上呢個嘅實力方面嘅班，或者係冇辦法可以保持進攻端嘅輸出嘅話，或者冇辦法可以保持防守端嘅一種嘅強硬嘅話，咁對方就會趁呢個時機係將個分差拉翻上，最終係輸波。咁呢個亦都係之前一直所講實力嘅下降、競爭力嘅下降嘅實質，就係主力同埋輪換兩套陣容之間嗰個嘅實力之間嘅差距啦，冇辦法可以保持翻之前3連冠嗰幾年咁樣有一個無縫銜接可以唔上唔落嘅嗰個年代。咁杜鋒亦都講咗啦，第二階段可以值得總結嘅嘢太多啦，咁亦都係輸咗好多比賽，亦都希望喺一個嘅間期當中咧，係一定會去改進、發現問題、總結問題。咁同埋我亦都收到風咧，其實球隊一直努力喺度揾緊3、4號位置嘅外援，希望可以喺間期當中咧，喺外援方面有補充啦。而另一方面就係希望球員咧係喺一個空窗期當中咧有一個繼續刻苦努力，希望去到第3階段俾到我哋有一個唔一樣嘅變化、唔一樣嘅面貌。咁啊，今期復盤就係咁先啦。咁我哋有啦，下次再次見面咧，就可能真係要去到3月份噶啦。咁就喺度亦都提前同大家拜個早年先啦。希望大家喺龍年啊嚇，身壯力健，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啊。咁就下次再見啦，拜拜。